明兰风太号台南麻豆损失惨重，将近90%的文旦被强风扫落在地，老二树仔顶嘛拢有受伤，上济会当收成差不多剩5%。几百粒圆滚滚、个巴甜文旦拢落伫涂骹，为甚至个浸水，这拢是个一个月就会当采收的麻豆文旦。这样，就到5%哦。5%尔哦。对啊。啊，你看这长拢可以啊。果子农若顺势果子园若土大开，但若是风台强势过境台湾，造成麻豆文旦惨痛的灾情，辛苦规档的成果拢乌有去，农民要靠无目屎。差不多6分熟。6分熟啊，然后在1个月就可以收。对，我都每年固定8月20、21了，复活的几率非常低了，因为它根已经断了了，就随它的了，看它的那个的命运了。看到那规土开文旦，农民拢笑袂出来，要我高城拢风扫落地，特别贵重树仔，也互农民看讲，今年会当食到文旦的人，都爱较珍惜咧。如果你今年吃到红文旦或者是文旦的话，一定要非常的珍惜，一大片全部都是落下的果实。上百粒文旦拢浸伫咧6个麦仔内底，也毋过这只是今年头一粒登陆台湾的风台，损失就遮严重啊！农民拢真烦恼，所来个是免怎才好。昨天的风力已经达到了天然受那个标准，所以不用会勘。那透过 App 的方式就可以来报灾损。了解之后呢，是准备了大概是那个1公顷是10万块的补助。风台但那时造成南台湾严重的灾害。靠天食饭的农民无时间通怨叹，因为灾后的工课才都要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